啊，好肚餓啊！食咩好啊？你睇下，餐牌上樣樣都咁肥，我點減肥啫？好煩啊！食咩好啊？你又過去上網，伙計唔該。係。有咩好食啊？呢度咩都好食噶喎。廢話，唉，求其啦，切雞飯啦，要雞胸、酒皮，唔該多汁多薑蓉添。食薑蓉減肥，減到先至奇啊！俾一碟油菜啊，不過今次唔要蠔油，要腐乳醬，因為我啲姊妹話咁樣會瘦啲。腐乳醬咪仲肥？係嘅咩？嗱，唔想咁煩，食呢啲咪少油啦。香港政府一站通咪有講健康飲食同營養嘅資料咯，你自己唔睇啫嘛。係喎，哦係啊，腐乳醬肥啊，都唔夠你豬腩肉咁肥啦。